你们知，一叫美国客栈，拢客栈。什么话？韩语你都是弄客栈，什么话？你话是客栈，你话是客栈。基督航海路还走大卫红的这份，基督航海路。航海路，海走，大卫红的这份，面菜呢，安尼望耶稣教，面餐呢，安尼望耶稣教。基督航海路，海走，大卫红的这份，面餐呢，安尼望耶稣的话，耶稣教。基督航海路，海走大卫红的这份面餐呢，安尼就是喜欢望耶稣教，喜欢听耶稣教。基督航海路，海走大卫红的这份面餐呢，安尼望耶稣教。人们都很喜欢听耶稣讲。要自救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要两分离，何时才人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，人才盼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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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